乡村法律，运通台中，上马上帅，我是米农阿敏。去离山之前呢，先问大家看一下。哦，有江毛啊，因为吼，古关到离山的路况啊，伫9年太天同的时节就变黑嘞。一下吼，抢开放问菜天民众行啦。不过吼，我爱去离山，就会一定会到，唔会问大家失望的。所以我对宜兰出发，都会要边行台七甲线，一下差不多再行4-5公里就会接到台8线嘞。所以吼，一下你头嘛落山嘞，大家继续听下落去吧。大家做啊！人哋弄地下去山路吼，一个听下嘞。不过吼，要吞路一定会比平常更加小心啦。要不然喺台8线77公里的地方，因为今年9月份呢有一场天图，用那个山脚方的泥沙吼，弄人哋站下来啦。啊，不过也唔係隨時弄出嚟過哦。大家會看公路中秋的消息，有特別的時間，弄會開放本人行。啊，我床鋪吼就會太壓啦，鋪唔到，所以今日早晨讓過一啲。啊，今年我哋已經過一個第2間的路段吼，一下夠放心嘅啦。一下咧，我哋就對離山出發，去新家用吧，出發！哎，明宏哥。橋都快唔嚟啦，係啊，唔會看人哦。兩唔係啦，關係咧。關係誒，誒，因為如果做試驗人咧，哦，係叫菜天然同嚟啊遊客來冇相同嘅地方啦，吼。係。唔係講話等嚟雜事嘅，嚟看。限要，你因為你前2日寒流來，然後驚你水果受傷，所以俺都種下雜項來，然後限要專門流量頭份眼雜，安尼。哇，按好先哦，係流量頭份嘅雜。錯，等下我就帶你雜，然後限要留一些靈果。哦，還有靈果哦。錯。好啦，咁我見到啲雜好嘅，好啊，按好我企都埋會應準啊。好，落去做些，落去做些。然後雜事嘅喲。哎，其實蠻舒服的嘞，對啊，蠻爽的。你個人是唔是佢睇啊？冇啦，冇一款啦。來，到嘞。哦，好聰明哦！啊，你等下鬆落嘅時候就會正面鬆落。我冇啲等下把人坐落去，把車一把冇聲音變開危險的。啊，從4月1天我種按高山的地方嘛。台灣的期大部分都種在800到1800這樣子。然後俺哋離山呢，同平地的是差別就是加風土較豐，然後山氣較慢一些。離山的顏色一定要像這種的，才會顯現它的價值。那講你種的是同平地的買油的，然後一種人會認為講你紅色的期無奈變，其實期變半年嘅10月到半年嘅唔是半，變無卡度。所以變到10月半年嘅基本冇完配啦，所以佢價錢要比平地嘅期要佫較好一些啦。錯。哦，好，咁唔係講係按樣嚟執。好，第一個就你係因為佢有透氣漏，就用訂書針，然後安尼你就打開來，然後收啊身符迄啲期，然後對佢地頭嘅蔬菜安尼剪落去。地頭。哦。誒，佢果地嘅蔬菜安尼剪落去，然後你拿落來，安尼就做得咧。哇哦。係。味道攏幾強誒！好啊，那健看看吧。好啊，哇，冇簡單誒！
啊，过来，你接受符的，然后就接受到一只，系，系。当当，哇，米量拢保护啊几好，安尼就事事如意。哦，巧啊，事事如意。然后你龟头修灯还是麻烦呢。那故事真是有鬼胎呢。迄唔免系对山脚下起松的全部拢唔一样。冇啦，俺那木卡种的树有800棵树。800棵树，对，柿子树。 800呢？800啊。一条树都得200粒，啊唔有800条树，睇下只架笋哈，那就唔是也袂笋呢。所以来讲啊，8万黄金高农应该这个称号是应该是没问题啦哈。算身份很高得去啦。唔起来是咧读緊啊？台中东市的。哦，所以董事來下邊中師誒，中水高。其實係對民國65年，我工資對平地上來的。所以講，你來離山嘅第三推。哦，錯啊！辦你離山年，你講嘛錯啦。對。剛才輸了。好甜哦。第一般按你是湿的，平常咧就愈看拢会熟皮啊，切得一空一空，我嚟到3天吼，你菜天你拢按你湿啦，係咪？东西太不合，东西年轻好客，知道吗？哎呀，哈面紅喺內下邊睇三推嘛。這半年。這半年。啊面紅佢我會想講啊，很按後生，就想我來加下個阿爸嘅思念咯。就這對啦，做念嘅就姊妹啦，伊本來自家發揮啦。想攰來就攰來。啊，行進的路，莫行白路。哦。去澳洲轉來哈，有冇？將考慮。較簡言講，耕田的唔驚死，做兵的唔驚死，哦，是嘛？京劇。做乜嘅，唱乜嘅？做乜嘅，唱乜嘅？聽過喎？聽過。耕田唔驚死，做兵的唔驚死。喲。所以嗰時去韓有去澳洲，去講打工度假。錯啊！啊，過來就想講，就過來加嘅嘅洗頭嘅。錯啊！啊，做到件用啊嘅行政嘛。照顧水果就想照顧世人啦，佢當年拄到嘅情形中啊無共款啦。然後一天無拄到問題，然後完全都問題啲都學到東西安尼。錯。阿叔，安尼有風險嘅啦吼。從這樣子養家活口。養家活口。一步一步來哈。我給他壓力，我的水果，那水果啊要走入國際。走入國際。當然很有願景啊。敏宏哥辛苦了，加油！識到了，加油！加油！壓力大嗎？壓力大嗎？壓力大嗎？唔係，異國嘅嚟做。用這個方式，天天一步一步走啦。就阿叔講嘅，走正經的路就好誒。他只有8筆。好，剛才你就開動了。開動。好。來，本款咧蜜蘋果，你咧看看摘蘋果嘅法子咧，記錄打開，然後記咧就變，然後所以你知道呢，嗰啲摘蘋果唔是剪刀，90度飛嘅啦，唔摘嘅都看，我打開身筒打開就看，啊，只講那陣，係，那個推扎到推寸條都扎死嘅咁樣啦，錯，那你不用手機嘛，哎呦，安尼拗到好咧，還有按送嘅事情啊。比按講嘅水土順便，先炸下嚟就先食嚟，那我就不客氣咯。哦，幾強誒！佢摘咪當簡單，唔過佢咪當夾風菜，夾風菜來佢收下，然後夾丁果，它是，所以我們要盡量把它枝條要固定，我們給搖下，就像我們人採收一樣，這樣我只要稍微大力搖一下，它就掉下來了。錯啊！啊，從一條。做一個啊，迄為了用伊個樹啊，嚟填入伊個設計啊，嚟生長嘛。對啊，因為給它樹皮，它只會
一直往上生长。那我们的农法就是要让它呈现45度，用后周蟹啦。然后我们给一直往上生长，它呈现成长态时，给着我们呈现生殖态。生殖态是结构，你要如何让树取得平衡的意思。对，这个又是另外一门学问了。太专业呗，对，19号诶，19号诶。明宏哥，而且他李我10號誒，嘛19誒，係有一個專業嘅問題想要搶高你。好，唔高。就係看那個農民打彈紅啊，咁啊絲誒同腦海做唔到強下絲咧，但係用板啊。當然係同人悶啊，不過其實我知道唔可以識太多，種下冇少見啦。意思我其實按你是唔會用的啦，就講啊，按你冇100是按到就冇事情。對對對。哦，按你係啲嘅，咁。還有一個問題就係，按後山，因為就像啊天龍爸爸到離山落一邊，加一個高人嘅石頭啊。之前係都咪石頭，卡天使台石頭路過，然後後來上去外國去澳洲去嗰時要 working holiday。唔係客家天使台做過，是做過啦。學長，拜謝學長，拜謝，失禮了學長。然後後來將來外國將來時，本來個外國嘅條件咪上很係去。同佢做些啦，然後我將來都要去考多語啊，然後都不卡就順帶聽書，順帶讀英文，後來就見做有趣味啊！錯，以後呢，要想要讓更加條水果點樣嘅發展嘛？我哋嘛漸嘅想啊，用以直銷嘅方式啊，有設計客戶啦，然後等於我東西啊顧得好，然後設計客戶會接受。通路打得出來，然後以後咪唔是講一天本紅橋嘅完全，較多元化嘅發展嚟啦。安尼過好，咁今日真是過感謝明宏哥，等下盡量嚟安度。我嚟講，謝謝。我還是會繼續衝嚟4班夢見工農3忙啦。夢見農啊，五梯條線帶路啦，局長，搶五梯條線帶路。人生嘅風景，有風沒有雨，有時間唔係一路順心。今日吼，真是係度過重重難關，總算到了離山。我哋一邊呢，請我嘅大學長明宏哥，以後本來是咧好事嘅事誒，好事嘅禮物，哇！高山的水果真是又讚哦，夠甜哦，又夠好食咯。本來吼100萬黃金果農的稱號唔係假嘅，係嘛？佢感謝講啊，明宏嘅阿爸阿媽當初做一座好菜嚟搶嘅事。再來呢，我感覺到吼，明宏哥底下邊做事啊，一個環境安好，又安好食水果。明年再來看一個安好嘅風景，看山啊，看河壩啊，其實蠻羨慕的呢。又係一個有想法，底下是個方向底下一個後生嘅，應該會好好嚟學習。好啦，佢當然要後邊一啲禮物，應該我俾明宏哥發現啦。就是啦咧，要繼續我特發現禮行嘅哦。出發。